部擴展到40幾個城市，淨係計中國啊，就已經有11個辦事處啦。我知最新嘅辦事處就係位於今次我哋貿發航班嘅目的地伊斯坦布爾啊嘛。你又知喎？作為你嘅好拍檔，我梗係學你上 hktvc.com 掌握第一手經貿資訊，同你同聲同氣啦。市場資訊由帶你去環全世界尋找商機嘅中小企好拍檔，香港貿發局贊助提供。叱咤903以節時新聞、生活資訊，總結正軌，闊通地上地下，聯繫社區，關心你生活嘅每一程。早上8點半。叱咤903新聞報導。各位早晨，而家我哋嚟報道新聞。日本大地震同海嘯之後，東京股市今朝如常開市，日經平均指數低開大約2%之後係急挫近500點，日經平均指數最新係報9760點，跌咗493點，跌幅係大約4.8%。至於日元對美元就轉強，最新係報81.64日元對1美元。財政司長曾俊華話：日本大地震同海嘯之後，市場預期日本股市今日會下跌，但同時日元上升，好多資金回流日本，加上日本央行